形容器、控制面板、顯示屏、洗衣乾衣程式選擇旋鈕、棉質衣物、合成纖維、混合衣物、定時程序、羊毛衣物、額外洗衣程序、智能烘乾、衛生、特快40度、毛巾、恤衫、襯衫、5件襯衫、商務服飾、M1 自定程式、遙距啟動、M2 自定程式、目標烘乾、燙烘乾、延遲程序選擇、額外功能選擇、兒童安全鎖、基本設置、開始暫停掣。使用乾衣程式之前，亦必須檢查衣物嘅標籤，確保衣物可以烘乾，先至進行乾衣程序。按一下乾衣程式旋鈕開機，打開機門，檢查滾筒是否已經完全清空。衣物不要過重，亦都避免過濕，以免影響乾衣嘅效果。確保衣物完全放入滾筒內，並關上機門。首先選擇程式，例如棉質衣物程式。你可以使用顯示屏嘅箭嘴上方同埋下方嘅選擇按鈕嚟到操作並調整設定。喺開始程序之前，你可以使用選擇按鈕將程序結束嘅時間延遲最多至24小時。你可以按加號選項來調整或者啟動停用程式嘅設定，例如轉速、低熱度烘乾及調整烘乾程度。然後再按加號確認設定。按一下開始掣，開始乾衣程序。乾衣程式結束後，按一下乾衣程式旋鈕關機，取出衣物，抹乾機門同埋膠邊內外嘅積水。請保持機門打開，讓乾衣機內部變得通爽。將無織籃嘅腳插入風道蓋上面兩邊嘅窿，然後將無織籃從前面放喺上部嘅掛鈎上。你可以取走中間嘅間隔，並將運動鞋或者毛絨玩具放入無織籃中。